听哦？好听。法国。法国红酒。有苹果西打嘞？没有。我们那边很多特别的调酒呢。最近的有一个调酒叫弥漫，你没听过？米酒。米康农应该你没听过吧？米康农这个很白话了，这个大概流行了大概快20年了嘛。米康农就是米酒、咖啡加国农鲜奶。那是因为各地方的那个比例不太一样，基本款是1比1比1，啊要浓一点的2比1比1，米酒比较多，对，就这样。啊甜一点的话，咖啡加多一点。好，这是基本的，原住民真的很爱调酒的，有那种。然后最近有一个叫那个弥漫，你应该没听过，成本比较高，就是米酒加蔓越莓。对，蔓越莓比较贵。哇，那个，对，那个就哇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呢，那个很好喝，酸酸甜甜。又有微醺的感觉，觉得很适合妇女。然后还有最近有一个也是这几年的那个小米酒加台啤，国货加国货，哎呦，国货加国货啊，因为我们都一直喝西方的不行，就小米酒国货嘛。台啤也是国货啊，国货加国货很特别，看比例的哦。如果你不懂那个比例，我们会开根号给你。开根号怎么算呢？怎么讲到这个？也不要你这样调酒秘方被你们拿走，你们要卖吗？要申请专利啊！我们专利很便宜，2箱。我会告诉你那个比例，其实2箱不是全部我们一起喝调酒我们是喝那个比例最好的状态。然后很喜欢开玩笑啊，然后当有一个名字，我记得我们刚成年的时候，像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理解我们的阶级的名称哦。他们叫拉撒洞，很简单嘛，撒洞至少是阿美族语啊，撒洞就是木头，就是这边的撒洞的啊，这边这个就是撒洞，这个房子最重要的支撑点在这里，这个就是撒洞，他们栋梁啊很好啊，很好嘛，我们人很多是不是？然后今天只有一个人，然后像他们的上面的哥哥叫拉力伟。对，为什么会变成中文哦？就是他们比较特殊，老人家又开始用英文，可是他们以上的在国民时期的时候，就是从最老的中文应该是拉金马，拉金门，然后拉金马，先有金门，因为去83炮战的时候，对，先有金马号空车。对，反正这些事情就是金马号通车有经过都兰，就算我们都兰的事了。对啊，人家就觉得就是很特别。然后金门的话，就是那一年国民政府抓了很多原住民去打金门炮战，尤其是我们都兰那边，所以也是我们部落的很大的事情。然后像我就叫拉迁徙，对，迁徙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千禧年那一年。我想到千禧年跟我们部落有什么关系？可是老人家回答很特别啊，因为千禧年这一年大家都要一起庆祝，有没有？这全世界都在庆祝的事情，老人家就回答说，全世界的事情就是我们部落的事情。所以你们的事情就我们的事情啊。